若我们的命运是真神，那你们的命运又是什么？当混沌之劫来的时候，你以身殉劫，可是真的为了苍生？节目，上古，你回来，我求求你。这3界苍生就托付给你了。愿来生不成神，与您在一起。3界在，你便在，我不许你死。原来白绝神尊竟这样的在乎上古神尊。你是谁？上古主神，这次你能看见我了。我于这虚空之中孤寂万载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进来。那你应该很孤独吧？我们为何长得如此相像？我也不想与你长得相像。无奈的是，我生下来便是藏了你神识的身躯，没有选择。身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自混沌之劫后，我不是一直在魂游太虚吗？原来你也如此的可怜，不知自己为何，何为自己？你在外面看到白绝了吗？他很好，可是我的青木却不在了。青木，我是你的替身，青木是白绝的替身。你们觉醒后，我们便会消失，无人再会记得我们。我听不懂你话的意思。白绝一向以3界苍生为己任，怎会因为一己私欲去伤害他人呢？可是他就是伤害了我，祈求他把我的青木还给我，可他却只把青木当作微尘，利用、碾压、不屑。他可曾问过一句，我心中是否有痛？命运从不曾偏颇，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承受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问问自己，做什么选择，身上又承担着什么。冠冕堂皇，若我们的命运是真神，那你们的命运又是什么？当混沌之劫来的时候，你以身殉劫，可是真的为了苍生？自然是。我身为主神，若不承担，岂不是会令天下无数生灵魂飞魄散，白白牺牲？那你为何还要许下来世不成神的遗愿？主神之下，亦如凡人。我只不过是想圆一个与自己心爱之人在一起的心愿罢了。我和青木不能在一起，还能许下来世的心愿吗？